看经济部严审中资，就是针对台湾有中国资金投资的公司严格来审查，结果认定淘宝台湾嘛是中资。讲淘宝台湾的头家虽然是英国人，但是投审会认定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对淘宝台湾有实际控制力，所以认定淘宝台湾属于中资，罚款41万，限期6个月来改善，或者是撤资。进前，这个经济部再来禁止着中国的网络媒体串流平台，这个爱奇艺、甲腾讯、卫 TV 等等，伫台湾做生意。即摆换淘宝台湾，这是毋是表示政府要全面禁止中国伫台湾投资咧？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挺咱的经济部，讲这是要防堵中资投机入来台湾。哦，好喜欢、淘宝台湾，这是购物网站淘宝台湾伫母亲节推出的广告。不过就算挂台湾2字，经济部投审会嘛是判定淘宝台湾属于中资企业。特雷达的股东会跟董事会的决议方式，还有说包括阿里巴巴可能掌握了它的商标，然后网域，然后资讯平台。甚至用户资料是，其实我们综合这些项目来看，会认为说，其实阿里巴巴对它有营运上的控制力。因为以上理由，虽然讲淘宝台湾是由英商克雷达分公司经营，不过投审会认定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对淘宝台湾有实质的控制力，罚伊41万，限期6个月内要撤资还是改正。淘宝台湾表示讲，会持续甲投审会沟通，台湾消费者的权益未受到影响。所以在我们平台上的商家跟消费者在平台上的一些互动跟权益都是被保障的，促销的活动啊、折扣码等等这些都还可以用。这嘛是伫中国影音串流平台像爱奇艺、腾讯、VTV 和经济部公告禁止伫台湾从事代理行销活动以后，政府又要严审中资的一个案例。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对于中资有一定的限制，经济部对于相关这一方面的做法，行政院都支持。行政院挺经济部防止中资泄露违法侵入台湾。